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13，约翰福音4章14节安尼讲：独独囡仔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，永远袂喙焦，因为我所予伊的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，直直涌起来到永远。三个来祈祷。互阮袂阁喙焦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生命的粮，是互阮得到饱的上帝。你是阮活命的水泉，是互阮无阁喙焦的天父。你是生命之道，对太初就有，是阮所听见、亲目所看见、所观看，也阮的手摸到的。因为你就是真活的上帝。主啊，当阮的心神空虚野性，特别孤单的时，阮的心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。求你将生命的水泉赏赐阮，互阮永远袂喙焦，因为你要互阮的内面有活命的水，直直涌起来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较无生命的粮，活命的水泉，互咱无阁枵餓，无阁喙焦，会通得到活命的饱足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